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灣仔家電嘅阿俊啊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呢一款智能電暖爐。咁啊，呢款電暖爐咧3秒即熱，配備咗2200瓦大功率嘅，係啦，開機就即刻熱啦。咁啊，同埋咧佢係雙模式設計嘅。咁啊，夏天送涼，冬天出暖風，一年四季都幫到你。咁啊，同埋咧佢配備咗個智能顯示屏幕啦，同埋有埋遙控操作嘅，係啦，開機試一試佢先，係啦，20度去到45度，咩溫度都幫到你啦，係啦，同埋另外仲配備咗個定時功能啦，由1個鐘去到12個鐘，係啦，都可以幫到你。另外仲有個搖頭，係啦，大範圍咁操作啦，全屋幫你送暖風。夜晚熄晒燈，就係靠呢個方圍燈俾翻晒啲冬天嘅氣氛嚟。同埋呢個電暖爐咧，配備咗安全嘅防護啦。咁咧佢有咩情況下咧過熱就會斷電，唔小心傾斜咗又會斷電，係啦，真係安全又放心，係啦。同埋咧佢係符合咗香港機電工程署嘅標準嘅，仲有原裝行貨，1年保養，各大分店有售，賣完即止，仲快啲嚟買翻部。